嘿，即位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经主日，我用主的道路，甲咱三甲来勉励。咱有缘来看脑筋急转弯哈，互咱轻松一下。来，头一条是爱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有答案无？爱是什么？咱来看答案哈。爱是寂寞人哈，爱是寂寞人。第二条，电脑的妈妈是谁啊？电脑的妈妈是啥？有答案无？咱来看答案哈。电脑荧幕啦哈，电脑荧幕啊，就是电脑的妈妈啦哈。咱知影今仔日是即个圣经主日哈，圣经公会有出版足济无共款语言的即个圣经啦哈，伫咱台湾有即个华语的圣经，有和合本，有现代中文，嘛有台语的圣经，有汉字本、罗马字哈，阁有现代的台语，阁有客语，嘛有原住民的语言，敢若原住民的语言都有偌济，你知无？出版偌济种？原住民，即马有即个11种的原住民的即个语言的圣经啦吼。所以你看吼，即个圣经公会，伊就是希望讲每一个族群拢会当用伊家己的语言来读圣经，来认捌上帝的话吼。所以咱长老教会。咱嘛是共款，咱嘛是真看重咱的母语吼。所以咱长老教会，你看每一个礼拜日，伫逐所在拢用因的母语咧做礼拜吼。亲像咱台语的教会，咱用台语，嘛有用客语的，嘛有用原住民语，也是华语的吼。但是其他的教派吼，差不多拢只有用华语咧做礼拜吼。这是因为咱长老教会真看重咱的母语，包括咱的各种的即个母语吼，咱拢真看重，所以咱台语的教会，咱就是爱用台语来做礼拜。这台语是真宝贵的语言啊！咱来看吼，这台语吼，台语就是即个闽南语嘛吼，闽南语就是即个河洛话。河洛话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中国古代吼，黄河洛阳一带的话啦。这个黄河洛阳一带就是叫做中原吼，中原就是中国迄个上界，通讲亲像迄个首都吼，古早的首都就是伫即个洛阳吼。所以即个河洛话对周朝开始吼，就开始讲即个河洛话吼，有3000年的历史吼，所以咱的即个台语是真宝贵吼。因为伫即个晋朝的时有发生即个五胡乱华吼，就是对北方有真济遮个外来的民族来侵占中原，因伫遐建立五胡16国吼，这5种的外来遮个胡人吼，就是外来民族啦哈，有建立16个国家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发生真大的战乱，有真济百姓为着要离开这战乱的所在，因就一直迁徙到这个闽南，就是福建的南部。伫这个所在因上安全哈，伫遐真平安，无阁有战乱。所以这些人因是保存迄个河洛话，就是古汉语吼，3000年的这个河洛话，传来到台湾，咱的台语共款是甲这个河洛话是相款的哈，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。台语是非常的宝贵吼，有3000年的历史，所以咱毋通去消失去吼。因为即马有真侪少年人吼，有诶是袂晓讲台语吼，这是真可惜。所以我咧认为讲，要保存台语上好诶方法，就是咱爱教咱诶囡仔讲台语啦吼，就是爸母爱教囡仔讲台语，阿公阿嬷爱教囡仔讲台语吼。毋通互即个台语消失去，这是咱每一个
父母的使命吼，咱爱保存即个台语。咱知影过去吼，国民党政府伊是倒兵吼，伊是推行国语吼。咱知影咱细汉的时候，推行国语袂使讲即个方言吼，袂使讲台语吼。伫学校若讲台语会处罚吼，要叫人拢讲即个国语吼。即个国语就是即个北京话啦吼，就是咱讲华语啦吼。但是咱即摆民进党的政府都无共款啦吼，因也是甲咱共款看重即个每一个族群的即个母语吼，所以咱看即摆学校拢有咧母语教学对吧吼，拢有互囡仔有机会学即个母语吼。有一个囡仔，伊伫学校吼，一个小朋友伫学校学即个台语，伊转来时就甲因爸爸讲：爸爸，阮今日台语老师吼。教阮一句话哦，教阮一句台语吼，是迄个孔子讲的话哦，伊讲啥呢？孔子讲：低一只不如好一只，好一只不如弱一只吼。即个老爸感觉真奇怪，孔子即个《论语》较早我读册就捌读过啊，哪会无读到即句话安尼？伊就甲小朋友讲：无你迄老师的讲义互我看吼，伊甲摕迄讲义来看，原来即句话是即个。《论语》注释吼，真正读起来就是低一只不如好一只吼，好一只不如弱一只安尼啦。毋过意思拢无共啦，咱看这字就知影意思拢无共吼。因为孔子的意思是讲，咱做学问毋是知影就好，最好是将学问变做兴趣，最有兴趣的代志，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吼。这是孔子的意思啦。毋过这小朋友可能误会去吼。好，咱今仔日。讲题是主的道路，主的道路。伫咱所读的以赛亚55章第6节有记载：着趁上主通找着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困的时求救伊。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有时也会行失错的路，也是行迷路。先知以赛亚甲咱讲：当咱行迷路离开上帝时，咱要赶紧回头。倒转来找上帝，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伊时时刻刻等待咱倒转来到伫伊的身边。圣经记载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。当时以色列百姓并无将遐个迦南人完全赶出去吼，佫有一部分的迦南人要住伫这个迦南地，所以。有诶，遮个以色列人就甲遐个迦南的女子通婚，甚至也去甲因做伙去即个拜即个偶像吼，拜因的神明。当时因所敬拜的神明，上界互大家接受的吼，大部分拢是拜即个巴力啦吼。所以有真侪遮个以色列人嘛甲。即个迦南人去拜巴力，离开上帝，因为迦南人讲巴力的神明会互五谷丰收、六畜兴旺，就亲像咱台湾咧拜土地公共款吼，讲土地公就是咧掌管即个土地吼，所以拜土地公就是会互五谷丰收、六畜兴旺吼。但是咱知影，伫约书亚24章有记载，伫约书亚年老的时，伊看见有一部分遮个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巴力，伊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甲因讲：咱今仔日爱伫上帝面前誓约，伊伫遐讲。咱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伊互上帝呼召，伊就离开伊的本家本族。虽然伊毋知影要去倒位，毋过因为伊的信心，伊就接受上帝的引带。伊因为安尼，上帝大大赐福伊，上帝互伊会互的诚侪一个大的民族。就是咱以色列民族，所以咱看见，
当咱伫埃及做奴隶时，上帝找摩西引带咱，互咱会通脱离埃及做奴隶的所在，离开埃及。咱到伫即个红海时，上帝将红海分开，互咱会通经过红海，经过旷野，来到伫即个迦南地，来到伫即个老年老密的迦南地。但是咱今仔日爱伫遮来做一个选择恁要侍奉上帝，还是要来侍奉即个巴力？恁爱做一个选择。约书亚讲：若是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上帝。迄个时阵，百姓因就大声伫遐发讲：阮嘛要侍奉耶和华上帝。所以约书亚就是互以色列百姓伫遐认捌，因毋通离开上帝，因爱伫遐来洗约，爱侍奉耶和华上帝。这是上帝引带因来出埃及，来进入这个迦南地，将迦南地赏赐予因。一个真要紧的目的，就是爱因伫遐来侍奉耶和华上帝。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伫咧成人洗礼还是更新礼时，咱嘛拢有洗约毋知咱还会记得咱的洗约无？咱洗礼更新礼时有即个洗约，这洗约有3条，毋知咱还佫会记无？咱佫来复习一下咱来看。头一条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卫主啊无？有无？有咱佫复习一下有介好。来，第2条，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有无？有真好。第3，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道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？有真好。咱今仔日若亲像搁一摆来伫上帝面前洗约啦因为洗约是真严肃，真爱咱真慎重也爱来遵守咱爱常常伫主的面前来反省，咱有看重咱的洗约啊无？咱有看重主日礼拜来敬拜上帝啊无？还是看重礼拜日去娱乐郊游？咱有看重读圣经、灵修、祈祷啊无？还是看重讲即个世俗的代志较赢过属灵的代志？所以咱若行迷路的时，咱一定爱紧回头毋通互世俗迷惑，咱爱倒转来行主的道路。威廉·库珀古柏，英国人，圣诗271首的作词者。这个古柏伊是一个基督徒，毋过伊年轻的时，伊就是行迷路伊无看重这个信仰伊看重世俗的事。伊伫读大学的时呢，伊成绩真好，伊读这个法律系，所以伊按算讲大学毕业就要去考律师要做一个律师。但是伊大学毕业去考律师呢，竟然考无掉。伊真失志，伊讲我成绩遐好，为什么我会考无掉？所以伊就拍拼，讲伊第2年一定要考掉这个律师。结果第2年伊确实无考掉，伊规个人拢真正失志真正是感觉人生无愿望安尼。所以伊开始有一种忧郁症，伊常常拢想讲要结束伊的生命。有一天，伊就按算要去迄个伦敦的泰晤士河要跳河自杀。伊就去叫一只马车来坐去马车顶，甲迄个车夫讲你载我去泰晤士河。迄天呢，伦敦的雾非常的大，头前拢看无啥有啦这个车夫就一直行要去泰晤士河，一直踅，结果拢找无泰晤士河，伊就
甲舅婆讲奇怪，我今日哪会找无即个泰晤士河？伊讲安尼好，我只好家己行路吼，伊就家己行路要去泰晤士河。结果伊一直行，最后竟然行倒来因兜，伊就感觉真戆领，为什么伊要去泰晤士河，竟然行倒来因兜？迄个时阵伊才醒悟，原来是上帝带领伊倒来厝的哈。上帝拯救伊，互伊无到伫泰晤士河去自杀。伊随时跪落来，伫遐忏悔认罪。伊感谢主，主无离开伊，主带领伊倒转来行主的道路。所以对迄天开始，伊就决志，伊一生要来宣扬福音，一生要来荣耀主的名。伊有写诗的即个文字，伊一生有写15首的即个圣诗，但是咱的圣诗只有一首啦，就是271首。这是271首，第一节讲：愿我哪行甲主哪活，享受属天的安宁。心无路上大光照我，带到阳谷做证。伊知影伊过去行袂路，伊毋茫讲即马会当行伫主的道路，会当甲主哪亲近，会当享受天顶的平安喜乐，也会当毋茫上帝的大光来照伊，带伊行人生的道路，到伫天堂，到伫阳谷的宝座前。这是伊写即个诗的即个意境。咱若较悬咱会吟271首，咱若吟的是，咱嘛会当来体会即首诗的意义。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互因伫爱甸乐园伫遐享受真快乐的日子。总是后来亚当夏娃犯罪，无听上帝的命令，至到互上帝赶出乐园。咱知影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上帝就计划要拯救人类，上帝就计划要找耶稣基督来拯救世间人。主耶稣来世间，伊用3年久的时间传福音，呼召门徒来行主的道路，去传福音，引带人来信耶稣。主耶稣上天以后，伊也找圣神来到伫世间，圣神降临，互门徒充满大能大力，因到伫逐所在去传福音，做见证，也建立教会，引带人来信耶稣。上帝的国度就大大宽阔。所以传福音是咱基督徒必修的课程，是主耶稣予咱的使命。咱爱去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上帝要予咱传福音，伊赏赐咱3项的保密。头一个，上帝赏赐福音，上帝赏赐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伫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记载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世间，互一切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这就是福音就是上帝予人的好消息。但是世间人无接受福音，有的人无听见福音，有的人虽然听见，因也毋肯相信，因为世间人拢关心这个世俗的代志。我要安怎来赚大钱，要安怎来享受快乐，这是人所咧追求。总是圣经记载，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才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得到平安喜乐的人生。所以这是真大的好消息，无有比这更较宝贵的好消息。伫路加福音有记载，主耶稣降生的是天使所传播的好消息，就是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天使知影，主耶稣降生对伫世间人是最大的好消息。为什么要宣扬这个好消息？就是要互较侪人听见好消息，来得到救恩，
来得到福气。所以咱基督徒毋通自私家己享受即个救恩，咱爱去传播，互较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。因为咱若相信即个福音是大好的消息，但是咱的亲人朋友拢无信耶稣，咱嘛无要传福音互伊，安尼就是真自私啦但是有的人会讲我惊歹势，我毋敢传福音。你甲想看觅，传福音是传播好消息，是互人得到平安喜乐的好消息，所以咱毋免惊歹势因为咱是要互人得到即个好消息。嘛有人会讲我毋知影要安怎传福音。其实传福音真简单，咱就是讲咱家己的见证基督徒一定有真济的见证。你拄着困难的时，上帝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。你破病真严重，你祈祷主耶稣行神迹，互你的病得到医治。这拢是咱的见证所以咱来讲见证真简单，嘛会通互人认捌耶稣基督。有时咱会认为讲，有时咱会认为讲我传福音拢无效果对方拢无要信。但是这袂要紧啦因为传福音咱着爱是真心真力，因为安怎呢？咱传福音的效果毋是咱会当决定，上帝会当决定。咱就是爱交互上帝啦交互上帝。上帝的时间若到，人自然会来信耶稣。第二，主耶稣互咱使命，主耶稣互咱使命。伫路加福音24章48节，圣经记载基督着受害，第3日对死人中告活，恁就是这个事的见证人。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见证人就是爱去见证耶稣基督伫你的身上所做这个奇妙的事。咱爱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来讲互人听。主耶稣呼召咱成做伊的见证人，你是毋是欢喜遵照伊的话去做？咱若欢喜安尼去做，咱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当然，咱若无欢喜安尼做，咱就得袂到这个福气。咱基督徒一生的目标，就是要荣耀主耶稣，爱常常学罗主，高举主耶稣的名，这是咱基督徒一生的目标。咱要安怎互全世界的人拢来荣耀主耶稣、敬拜主耶稣？就是人爱去传福音互全世界的人拢听到福音。所以传福音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有的人讲我足无闲我透早出门晚晚才转来厝，我真正无时间通传福音。其实只要你伫你的公司，也是你工作的场所，也是生理场，你用5分钟讲你的见证，免用真侪时间咱看《使徒行传》记载，这个门徒因去传福音的故事。当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，常常拄着迫害，有时受掠关监。但是因拢毋惊，因继续咧传福音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见证。这个门徒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伫日本投了2粒这个原子弹来结束这个世界大战。当日本投降的时，美国的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到伫东京来发表演讲。麦克阿瑟将军伊讲，世界发生战争，就是政治家的野心造成的。政治家拢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互因有耶稣基督的疼充满因的心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会改变人的心，互世界带来和平。今仔日咱伫台湾，咱传福音是真自由无受限制，无人会禁止你。但是你若伫中国、伫北韩，也是伫即个伊斯兰
国家是禁止传福音，传福音就是会掠去关亲像即个使徒行传所咧记载。所以咱感谢主，互咱伫台湾传福音真自由，无受禁止，无受迫害。只要你有心，伫倒位拢会当传福音。所以咱着爱把握遮尔好诶机会，紧紧去传福音。第三，主耶稣赏赐圣神，主耶稣赏赐圣神。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，伫五旬节的时，圣神降临，充满伫遮个门徒的身上，因逐人得到圣神的充满，大有能力。当时有对埃及、对叙利亚、对各所在来的遮个犹太人，因转来耶路撒冷过节。咱看见遮个使徒就用因当地的方言来对因传福音，所以因大家人拢真戆呀。为什么使徒会晓讲阮当地的即个方言？迄个时阵，圣神大道做工，伫迄天就有3000人来悔改信主。门徒佫行侪侪的遮个新约基师，医治讨棒，众人看见拢归荣光互上帝。迄个时阵，侪侪人来归向耶稣基督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伫迄个时阵建立起来。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，使徒佫四散到伫各所在，有到伫小亚细亚，有到伫欧洲，甚至到伫罗马，就将即个福音来传开。所以基督的教会就遍满到伫各所在。今日咱传福音做见证，毋是靠咱家己的才能，是倚靠圣神的能力。圣神要充满咱，互咱有大能大力传福音，引带人来信耶稣，亲像早时的门徒和圣神充满一样。嘛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也会通亲像遮个使徒来得到圣神的充满，来有大能大力欢喜去传福音，来引带人来归向主。毋望咱四周围的人，因拢会通听到福音，会通接受福音，也会通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伫因的心，互因的人生有平安、有喜乐的人生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阿罗主，感谢主，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引带阮伫主日来到伫教会敬拜主。阿罗主，领受主对天顶赏赐阮的平安甲福气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做阮人类的救主，互阮罪人因信称义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耶稣，你互阮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，引带人来信耶稣。求主帮助阮有圣神的充满，阮有属灵的使命去传福音，来引带人信耶稣。互阮所赢即个福音的种子，会通结实百倍，互人进入教会得到救恩。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